大家好，我是谢雷。在龙年的年末再去看望一次外婆，非常感谢她老人家在过去这些年对我的帮助。因为其实老粉丝啊，就是最老的一批粉丝是很清楚的，我就是19年开始做自媒体的，19、20、21、22、23，现在到24年末，马上25年初了，连头带尾就是7年。外婆应该说是把她晚年经历最好的这个6、7年的时光都留给了我。对我不论是平台方面还是自媒体方面都是巨大的帮助，所以很多粉丝开玩笑的说我赛过他半个儿子呢，我认为这个话是有依据的，就连我父亲也是这么说的，真的就像外婆的半个儿子。所以无论如何我都要感恩在心，我也希望外婆能够把身体养好。之前几个月我都没怎么拍外婆，因为她整个人的状态都不是很好，可以告诉大家中间近2个月的时间外婆都是卧床的。那么我希望在即将到来的蛇年2025年，他老人家能够把身体恢复好，再唱评弹给大家听。出发在啊，妈妈帮你做好子，光头。爸爸，你最近身体哪家？胃口是这个眼是问题。平台也差得动。本来嘛，你得唱唱，2年肯定也唱唱。我看看今天准备点啥个菜菜。对。哦。我一到为了那3碗。哦，包过汤。我们只有一个地火的。没孩子，我从小吃带大。爸爸明年呢也84岁了。哎，84岁。啊。你最反叛的，你也不害的。也能办嘛，你这么厉害，你让眼饭吃了。那个对灯像是剃光似的。这个呢，可能要不你忙好吃饭。所以去剃光这样的。俺说那是那有啥有本事了嘛，但是剃头发。我们那看那个把对方压上，我来帮你剪剪。我们那看辰光够大快，我还记得3间游戏，我带你屋里想去干送你了。现在一双眼睛，马上2025年的虚岁也33。别管我也来给他不这样子。那个90岁生日、100岁生日，我摆了身上的，我帮你摆。别瞎讲。吃饭再弟弟，弟弟你吃哪个饭？爸爸吃爸爸的饭。还是熬补3个菜最好吃。出发，带你去看王子。球发了啦，我就是那个儿子。准备做根管试炼，龙海仔走起。